美國車迷都見得出呢部係一部 Smart， 但係呢一部，哇！我真係唔敢認啦。面前嘅呢部 Smart #6係一部房車，雖然我哋之前已經經歷過一系列嘅 SUV 洗禮，但係見到 Smart 出房車又真係有啲唔慣嘅喎。嗱，除咗啲車燈輕輕，仲有啲電動 Smart 時代嘅影子咧，遮住個 logo， 相信大部分人都唔敢認佢嘅。咁當然脫離呢個層面睇，部車都叫做設計得幾精緻。再睇埋啲內籠，啲細節好似出風口啊、門板呢啲電動凳嘅調節鍵啦，就盡量保留咗 Smart 嘅風味。配置方面係國產車嗰種落足晒料嘅感覺，兩塊13英寸 Mon、Sennheiser 音響，仲有車外邊有一隻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自動調節嘅智能尾翼。嗱，呢部車最大嘅特點係佢嘅動力系統，用1500cc Turbo 引擎嘅 EHD 插電混能，0到100 6.7秒，入滿油充滿電可以行1810公里，係睇起身咩都幾好。配置高慳油，車裏邊空間又大，但係你同我講呢部車係一部 Smart 嗰種感覺，就好似好多年前有人話我知，喂，鈴木出咗架 Kizashi 咁喎。總之祝佢成功啦〜